101比98，廣東東陽光隊喺呢個賽季嘅第一個客場之旅咧，就險勝強隊浙江隊嚇。咁啊，首先講呢場比賽3個重要嘅數據啦。三分線嘅命中率咧，廣東隊呢場波28射10中35.7%，而籃板球方面咧37對32贏咗對方5個。而喺失誤次數方面咧，廣東隊係16對14，就比對方多2個。點解講呢3個數據咧？因為喺第一場揭幕戰險勝南京，其實就係呢3個數據方面做得唔係咁好，所以咧打到場比賽咁刺激。但係咧，當然呢場比賽嘅賽果都好接近嚇。咁啊，先講講啦。嗱，呢場波贏波嘅國內球員嘅首要功臣，我覺得應該係黃少傑。黃少傑今日首先將自己嘅犯規控制做得好好啊，冇咗好似第一場咁 foul out啦。而另一方面咧，佢喺籃板球方面、攻防兩端、block shot 方面都有好出色、好重要嘅作用。少傑今日攞到14分、4個籃板、4次嘅 block shot。尤其是最關鍵嘅係罰球線4罰4中，呢個真係好重要啊！咁同埋咧喺第4節好關鍵嘅2個防守回合，少傑都有個好精彩嘅蓋帽啦。呢個係幫助球隊咧就穩住領先嘅一個嘅優勢。同埋咧就係喺少傑咁好狀態或者咁好表現嘅情況下，令到廣東隊可以有更多時間等2個衝擊力更強，可以做更多殺傷嘅小外援上到嚟去撕扯對方嘅防線。所以黃少傑嘅表現係球隊獲勝嘅一個基礎嚟嘅。咁當然咧仲要讚2個新人啦，黃鴻澤同埋陳家正。黃鴻澤其實從杯賽開始，佢嘅表現一直都好穩定。而呢一場比賽係佢職業生涯嘅第一場 CBA 嘅客場比賽，其實對於一個18歲嘅小朋友嚟講咧，都係會有影響嘅。但係大家係咪覺得喺佢場上嘅表現，發覺佢唔似一個新人，佢似一個好有經驗嘅老將啊？咁呢個就係佢嘅比賽氣質啦。咁黃鴻澤今日咧就8分啦，4個籃板啦，關鍵係仲有3次嘅助攻，呢個就係黃鴻澤最勁嘅地方，就係佢可以做策應嚇。咁而另外陳家正今日上場時間有接近20分鐘啊，上嚟之後咧，首先用自己出色嘅防守咧，等自己爭取更多嘅上場時間。而另一方面咧，佢喺進攻端第一次喺3分線上冇好果斷咁起手，佢自己之後咧，杜鋒就同佢講話：你要果斷起手，你有機會就要大膽投。而及後佢亦都將自己喺3分線上嘅一個長處展現出嚟，入咗2個3分。呢個亦都係將自己嘅自信心打晒出嚟啦。咁所以咧，賽後我同佢2個傾過偈啊，我話保持呢種自信心，記住呢種比賽嘅感覺，真係會對佢哋之後嘅籃球道路會有好大嘅一個幫助嚇。咁當然咧就呢場比賽廣東隊雖然話贏波，但係咧都有地方係值得要去總結嘅，就係話點解領先10幾分嘅情況下，突然之間可以將個比賽變得咁緊張咧？呢個其實就係今年賽制改變嘅一個好重要原因，就係每節少咗2分鐘，40分鐘嘅比賽節奏更快，回合可能會更多，其實亦都相對嚟講容錯率會更低。咁所以真係唔可以有一絲嘅放鬆嚇。咁當然啦，大家亦都好多球迷可能會擔心一下胡椒仔嘅狀態。咁其實最後我有同佢講過話，加油，盡快調整自己嘅狀態。我相信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胡椒仔嘅狀態，俾啲時間佢，佢會好快，佢會盡快咁將自己狀態揾翻嚟嘅。而傑師傅今日帶傷上陣嚇13分，同樣亦都有喺3分線上好穩定嘅表現。但係今日咧，傑師傅都有少少喺3分失誤方面咧，稍微多少少。但係我覺得呢啲都係小問題嚟嘅。傑師傅同埋胡椒仔2、3兄弟，相信佢哋好快脆會捱過自己呢段嘅低谷期。咁總嘅嚟講，贏波梗係開心啦嚇。咁亦都希望咧，廣東隊咧可以係揸緊時間好好地休息啦。咁今期副本係咁先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